再来看中国海关总署宣布要开放台湾的油啊进口，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德，满岛的农民拢真肯定哦。也毋过有民意代表是批评讲，中国先禁止，再个开放，拢引来注意，农民是真无奈。 园仔内文旦树才当咧结果，农民把司机赶紧落肥。不过今年麻豆文旦开花状况无啥好，佮加上落果的状况济，有农民暗算今年的产量应该会减。即马佮传出中国拍算要准咱的文旦进口，农民普遍拢认为讲这是一条好消息。是期盼，而且也是期待的。 因为就是对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帮助的。这2年外销都大陆没有做，啊，那就转往其他国家，啊，那如果说大陆又重启开放的话，啊，相对的就是整个台湾的文旦油的卖压会降低很多。事实上，麻豆文旦有9成拢是内销，中国开放进口佮加一条通路，不过对麻豆文旦来讲影响无大。 很多国家很多，我们都在做进行那个外销的这样的一个推广了。因为讲爱蛮爱蛮不爱，所以我们是觉得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大面向的、多元的、多国的推广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农业来讲也是较好的。两岸本来就是要朝向融冰、朝向彼此和解、朝向彼此包容的方向走。简单讲，放毒也是因，该毒也是因。中共是以农工政权起家的政权。 但是呢，老是喜欢拿台湾农民来开刀，老是喜欢欺负台湾农民。虽然咱的文旦会使去进口去中国，不过农民期待也是稳定市场。若是连买卖量计销拢无稳定，这真正是伤害。加上台南阁有真侪好的农产品，亲像山啊、往来等等，嘛希望会当互中国消费者有机会食到。民代嘛呼吁中国尊重台湾兄弟之邦，停止军机了台，促进双方平等互惠交流，这是正面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